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好，有听到阮的声无？兄弟啊！啦！我想 test 1、2、3，嘿，1、2、3，嘿，别大哥，我最近听听，我最近听到这 test 1、2、3、3。你是最近受过保养哦，吴昕老师。对，因为最近那个工作比较忙啦，对，大概电脑不要太急，我先喊大家回去。有，嘿，爸爸，你先讲，我跟你讲，这个算我的，我要跟大家讲，就是刚刚发生什么事。慢点讲，你大讲，来。我个有就是头拄仔咧，我在跟朱蒂卡咧，就是开始迄个也有回放，你回放忘记关了。好，开始，我回放，开始。就是好，我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呢？刚刚主要是这样，主要是安呢，就是我现在把声音调小一点，我这里听到你声音好大，那个 BGM 很大声。你讲家己底下空上去好，我个有 BGM 是不大声，而且你讲好。现在我调了，刚刚就大声，为什么？稍等你哦。好哦。你稍等我一下。好。观众朋友，你即摆我的 BGM 会上大声吗？观众朋友啊。安尼好，安尼有较好，安尼有较好啊吼，有声音回放我关啊啦，歹势啦。没有，因为我刚刚因为我头拄仔是那迄个插我电脑，我的型号你插电脑，我发现我的电脑不知道为什么，它现在没有办法调我喇叭的声音大小，我刚耳朵快要爆炸。这嘛是刚好，你专修多少？这嘛 OK，这嘛 OK 啊啦，OK 的。你头多来的，你先深呼吸，你加滚水吧。我跟大家讲，我就这个算我的。头拄仔咧，我们在那个做那个准备的时候呢，我的头家啊，找无我的同事，我直接给他笑死，他睡到困到中昼，找无人。听讲即摆还袂起来。那个我即摆已经有我伊的电话甲伊的手机啊，头拄仔原本咧我的头家叫我打电话互伊找人，但是我已经时间无够啊，回的就是我甲阮头家就是参详讲啊，我先帮他找资料。对，因为我的头家是应该算是 famous people， 好不？应该算是 famous people。famous 就是有名的意思。你应该就是叫迄个八月底是海色水晶来甲你教。famous people 就是名人。名人。他一定爱上节目，等他上节目，上节目就要找一些脚本，安尼。原本那件代志呢，是阮就是因为我遐嘛是一个团队嘛，我另外一个迄个就厉害的同事，他也是你知道吗？他是电视名嘴哦。其实我唔知影名嘴的迄个台语要安怎讲，嘿啊，所以伊就是名嘴，所以伊就搞找新闻的，但是伊就是总是半暝4点的时阵困，而且他还会4点的时候，我有一阵嘛，就是我有刚刚讲我真正是就无用，我真的超级睡不饱，因为伊4点的时阵，他会4点的时候回我讯息，我8点的时阵爱起来去上班，我早上我透早的时阵我来到替阮头家倒锤伊，就是因为他会睡到中午嘛，看他如果做不了的事情，我就要帮他做。然后晚上不是学习一起来，我就要陪他聊天。我有一次跟他大吵架，我整个超级傻眼。碰到吴昕老师的，蛋嘞，猪蛋嘞啊，操嘛蛋嘞，猪蛋嘞，我头在捶我啊，完蛋了。我头多摕掉，我头多是先摕掉伊的私人电话。我想说为什么要传给我，然后什么本名，然后是全部很多资料都给我，还给我他家的住址是这样，我要杀去他家找他啊！我看到笑死。这不是起床阿妹啦，应该是阿妹，你知没关系啊。这边被call in一个，刷一叫人起床。哪天你有怎样讲伊要当时，我下次好不好？下礼拜叫他睡一次。他头来催我，我要打电话给他。你大概就来家就是催伊，就喝酒。就他每次都这样，他真的就是固定催波浪，伊就是固定，伊固定就是
困甲中昼找无人，不知道在创啥。而且伊真正就是大概拢安尼，他不是每次都这样吗？啊，伊今嘛字界上面就写讲老板找不到人。我一直在睡觉，不要吵我。而且超傻眼，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真正有呢，就这。对，因为顶礼拜，我感觉伊嘛袂，我感觉这就是一个人厉害的所在，就是伊虽然讲困到中昼，可是没有人会讨厌他，他也是一个蛮奇怪的人。就是我顶礼拜阮头家，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就是阮头家过去演歌戏，我还要传给迪卡看，就很好笑。对，你有去播歌戏？因为隔壁有新北市的迄个对。所以就是新北市有迄个歌，就播歌戏安尼啊，我头家有嘛有去播，就是我又后来再讲一次，就是他们有市政府跟市议会，为了要增进和谐，就是因为要播感情，要播喏，播就是大概基于拢是在玩给嘛，就是说这个预算可不可以降啊？这个预算要给扣掉啊？他们就是平常其实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平常是素熊爱增进感情嘛，无都对话啊，所以就会办一寡活动。播歌，我会记你够管起，你也使去查大告他们是什么。我会记你固定有的，就是全台湾都有的，就是划龙舟比赛。划龙舟比赛，就是划龙舟对，划龙舟有。可是我不知道演歌仔戏，包括是敢是全台湾弄，我也刚刚是新北市有，就是因就是伫咧，不是8月，就是10月，就是不是8月就是10月，会有就是固定有一天，因为8月到10月是迄个嘛中秋节啊，还有迄个重阳啊，还有迄个万圣节。我们万圣节是没有耶诞，就我们没有万圣节啊，就是播歌戏这样，对。就是敬老，我们知道其他的就是高雄市加港务，对，我们会合成府会，就是市政旗舰户加议会加起来，连就是府会安尼，就是府会他们就会有一个，就是因有一个歌戏团，大家内底都有角色啊，因就是有一个惩罚，每当拢有惩罚，每当都有惩罚掉。古尼嘛有看到，对，我盖着我的头家播小梅就很好笑，够接，对回的就是，就是刚刚有一个另外一个人伫另外一个别位的头家就甲阮头家伫咧complain讲啥物，最近就大家都就是伊的员工都甲伊霸凌。什么？我员工的霸凌我都叫不动，然后我头家有金诉小讲我也被霸凌，然后我的助理坐下来都在吃东西。但是我甲因讲，就是因伫咧后台的时阵，后壁真正有足侪物件通好食。就是对，真的有太多好吃的东西了。譬如讲有啥物？我想要知道。一般来讲拢会有鸡卵糕啊。就是啥物鸡卵糕啊，三到一起就是三明治。对，然后还有反正就是一些轻食啊，还会有便当。古尼是胡须章，但是今年不是。今年不是啊。那今年不是胡须章，但是伊内底就是我刚刚有当时市政府做代志，真正是做个就是有点太超过，我觉得真的不用买这么好。就是伊内底有双主菜，双主菜。边有猪吧，要是鸡吧，讲另外一个是有小梗，一整只的乌贼嘛，没有必要啊。而且就是你伫咧播戏的时阵，因的手拢有抹粉嘛，就是都会有那个看起来比较白的粉，对，就根本就无法度食这些物件。对，反正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状态，就是有时候市政府真的是你买上好的物件啊。市长过来迄个分喉糖、拿熬糖，对，拿熬糖，然后就有一个很地狱的笑话，我唔知影大概敢知影，就是好有意义，就是分迄个利口乐我刚刚大概应该唔知影想做这个代志好笑，比较小。你旧年有摕互我是？有，就是大家。但是大家敢知影这是一个足地个代志？你敢知影就是全台湾头一个代理利口乐
头堂的人是啥？是啥？是地单龙。好低哦！天哪！伊逐年拢本地可乐，伊完全毋知影这样代志。哦，我这么鸡皮疙瘩，去给宝贝，好低哦！对啊，伊完全毋知影这项代志，我向大家分享一个台湾的小知识，就是伫咧电台中做杂志进前，就是郑南龙这个人呢，他成为总编辑之前，他做过很多生意，做过就这生意，有卖过利可乐，伊个卖过太阳能热水器。伊去高雄去恁遐去分迄个太阳能热水器，结果失败啊！伊个转来去分迄个去迄个搬迄个，他是当盘商嘛，然后他去卖那个生日卡片，就是阮去迄个9x9内底20块一张诶，以前迄种诶就是分的，以前伊找无人，伊个叫伊某，就是即摆圆山饭店董事长叶菊兰，伊徛伫咧迄个大卖场前面帮他卖卡片。对，这就是一个小弟写，就是他在做杂志之前他在做什么。好够好爽的哦！对啦，袂记得请观众拍一个招呼。对呢，头拄仔看到加入会员的啊，然后阮即马先向大家挨杀自己好啊，挨杀自己对，来，是头一个星辰，是星辰呢，星辰，中岛国安大探钱，看大家上课，拜拜，即马是，是安怎爱上课？起码8月是安怎上？应该是有啥物夏令营，我嘛毋是毋知影，可会啥物夏令营吧？还是大学啥物？还是讲即马升学，就是升学班？升学嘛是有可能哦。但升学班，那安尼你即马是可能是2年爱升3年，就是下一届对无？因为只考刚刚考了啊，只考科数啊。所以讲伊应该即马2年啊升3年，即马就是刚刚入地狱，对，啥都来是头啊，头啊，就是咱的永远的无幻想，对，无幻想头啊。说第一个 ，Hello，中岛平安大探钱，不是中岛平安，哦，嘿，说来耶，中岛平安大探钱哦，耶。中岛平安大探钱，我刚刚喝酒，我刚刚12:40，我很想笑，到底怎么一回事？哪有人睡到中午？哈哈哈！就是困到头拄啊啦，嘿啦，对啦。而且我跟你讲，我刚刚真正是伫咧职场内底，真的是会道歉者得天下，你知道吗？的确是这样的。就是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去就是上班的环境，有一个人一做代志，一做代志，对我是讲就是我的主管，我有其中一个主管，我有一个主管，我们就称他主任。他真的是每一次交给我的事情，田地都是快要落赛才会交给我，就是伊是这个人，就是伊敢若伊更难爱拜托我做一项代志，我就已经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一定会强骂。对，所以若是互人骂，要安怎？我就做好心理建设啊，我就是一定会知道这件事啊。所以但是呢，我若是后盖，就是气呀，我就跟他讲，我就跟他说，你怎么可以让我被骂？他就会道歉，他就会直接下跪，超好笑。你下跪了，因为拍谁啊？所以我就刚刚就是情绪上还可以，刚刚喝酒。好了，咱来刷落来，还有咱店总哦，店先生做太小而道歉。店先生，店先生这些狗瞎会啊，中岛平安大探钱哦。做太小是下面艺术，应该是你在讲什么？应该是说我的拳头吗？是讲外滚吗？弟啊，忘记了。什么意思？你即马 V stage 还是啥？给我带引什么奇怪的代志？我是讲啊，嘿啦，就是种奇怪的代志。今仔日那会变啊，我扫下，好可怕啊！你我扫下要就两条啊！你是感冒啊吗？我唔知，话你呀，应该有可能是因为讲伤济话啊。5G 传染，我顶礼拜好可怕啊！我顶礼拜传染互你啊，歹势。
我甲你讲啦，即摆我身躯嘛就这已经就是感冒就久的人，我已经无要这样代志啊。而且我现在就是只好，就是我见到就是只好是，敢若会当真罕着转去，就无团好出因人。哦，啊，你喙爱刮的哦，爱洗你哦，吼。系啊，对啊，好哦好哦。我看觅，我摕着搁较长诶，我甲大家讲哦，就是拄好有机会，就和大家分享，就是政论节目伊的迄个卡本，因为我即马摕到的是，即马就是今仔日下晡5点半，伫咧有一个什么康战情室，对，是，真的没有业配，所以我们不讲。安尼，我就我摕到伊较长的迄叫啥卡本？嘿，卡本，对，就是安尼。你若雄雄咧，你下你是这，不，就是小等我者我回复一下。好哦，我刷落来继续拍一个招呼吼。刷落来是咱晴天先生中到平安大趁钱哦，刷落来是中到平安大趁钱。自己甲我啥中到平安大趁钱吼，刷落来是海天沙，恭喜你，我不爱葡萄啊，蓝莓可以，蓝莓我可以，你是大家拢啃一个会当食的就感觉讲其他人袂发现。嘿啦，因为伊大家拢啃葡萄瓜，我叫是葡萄瓜，结果是蓝莓台语变怎讲呢？老师，我会记你就是造反的，就是伊就是蓝，伊就无对，就是因为伊就毋是台湾原生的水果啊，我会记你就是叫拿五啊，伊就是拿五，蓝莓哦，好哦，学到了，蓝莓叫做拿五，哇，好有趣，拿是要给拿嘛，它就是造念，有叫唤，因为伊就是毋是台湾原本地就有的物件，但是敢若即马台湾嘛种汤种出来啊，对不？现在也是种得出蓝莓了，对不对？我记得，应该有吧。应该是，我记得就是即马就是台湾种得出口来啊，口来就是那个洛梨哦，洛梨对，台湾一定拢有哦，一定拢有，因为阮爸爸嘛就定想着因朋友因兜种诶洛梨。对，你看怎样就是没关系，你先讲。对，无我小大家来分享。我是想要讲这洛梨古丁加这个布丁。很好吃，很好就好食。加布丁好食。咱知影伊早就是台东遐原本地伫咧种，就即马伫咧种洛梨的所在，国内的所在啊。伊原本地是种往来雪茄，就伊是种往来雪茄，你是讲我不对。啊，现在就到最后就变洛梨，就是因为进前，就是因为。迄个往来雪茄伊上甜啊，就是相对迄个大把雪茄，你们应该知道，就是洛梨，不是释迦有2个种类。对，这个是，若是讲你往来应该是切片，对，它是切片的，然后那个大把是你会使改一个溜出来食，对，迄个我记得。伊是因为台湾人本身刚刚往来雪茄上甜啊，所以就是自己也不吃，所以后来就是变甲往来雪茄种出来，伊原本地就是中国遐的人咧食，但是敢若有一届是无，对中国遐就讲伊无收啊，伊无想要收往来雪茄，他们就是禁止凤梨世家进口。对，然后就变成说，就突然就希望往来雪茄种，对，就了钱啊，就但是就发现说台东那边伊的天气，有伊的迄个进口来是最快可以回本的，所以那时候那边就越来越多人开始种。后来记得就是进前开始就是台湾人有健身的意识之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就贵，刚刚一粒拢90块，100块。你知道我记得有这个时期，我忘记是不是？
对，你讲落地叫做口莱亚吼，口莱亚吗？口莱，它是鳄鱼的那个口型啊，对，口莱，我就记得嘿，一定都足贵啊，不过今年有较少啊，今年有较少。一粒60块，对，60块啊！你价100块100外块，我觉得好贵哦。从来没有想要吃的意思，因为伤贵啊。哦，原来是安尼，好啊。对，就是也是一个小知识，因为我今仔日这台语刚好是上尾一集，就是从最后一集之后都是大家对，所以我想讲会使和大家开讲啊，分享一个小知识啊。就是讲跟大家怀念我们这12集做过了什么事情这样。对。啊，不过有这礼拜嘿呀，这礼拜5、8月14，阮小等会po Twitter 和大家讲，8月14的时阵甲杏仁米露啊，其实15嘛有活动，还是讲15无？啊，15是杏仁米露。大是米露大因兜的卡拉 OK 活动，对。我跟你讲，就是这2天14甲15，阮甲米露个拢做有缘的。对。14是伊来阮兜耍，对。啊15是我去因兜，对，是阮去因兜，安尼。系啊，阮去因兜唱这个卡拉 OK 啦，吼。我先甲迄个鸡卵糕食掉。我们吃蛋糕会直播吗？还是不会录影存证？录影存证，因为咱的啪啪熊的爱心真正是我这摆先卖个关子。好恶心哦！我真的是，我会恨你，我会恨你一辈子。不要啦！我最近真的很，我没关系，我的恨是怎样？恨比爱长，你知道吗？好，是，这个好了，跟你恨没关系啊。如果是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爱意。什么什么意思？我要严重，但我要严重。你拜了看到就知啊，你拜了看到就知啊啦，哈，还要期待一下。感谢都还要欢喜，你为什么那么开心？刚我欢喜我就心跳，我就欢乐诶，我欢乐你吃不落去。没关系，我们旁边有大波老师。对，边仔有对，来喷烫，对，喷烫老师，他会扛下所有一切。对，因为我跟你讲吼，就是给我保护。对的，就这恩水吼，教好老师啊，毋过吼，我一定爱落亚起来，落亚看吴欣老师你的表情。你看福利熊来啊啦！我们今晚就迄个 YH 老师出来 ，YH 的老师出来讲我。YH 老师讲，给你的喷烫老师。当招一个，毋过我毋知迄讲伊讲，反正是。YH 老师，我有一个最好食的物件要跟你分享，你一定要来哦。真久无看。对，有加盐水啊，都就是讲是肉丸啊，是鸡啊，有加盐水有无？结果是鸡两个。什么？你刚刚你头段已经变绿呀，什么意思反正就是盐水的鸡卵糕，毋过吼，是啥物款的盐水鸡卵糕，你咱期待一下啦吼。我发疯了，切出来了，内底有迄个三色豆，我就会死掉。有可能哦。好啦，反正就是拜五有活动吼，礼拜5就是我们跟米露老大以及我们的雨瑶，还有我们的露布以及我们可爱的海尼一起。应该是，这应该是拜喜啊，对，拜五，这是拜五对吧？拜五，14号，是，好，14号礼拜5，对。那这次也是吴欣老师精心替大家筹备的，算是。也是类似以身传声之类的，但是大家要用台语去，就是有点像是你要用台语甲这个团落去。对，你可能，而且你可能唔知影讲，因可能平常时事上唔知影这个物件用台语要安怎讲？对，比如讲集体电路板。不要再讲嘞，我们就看看大家。不要跟他，反正你是猜的啊，对不对？搞不好他们用一个字一个字跟你讲，譬如讲桃姐你是咕咕咕咕咕咕，对，可以，这嘛是音质，可以耶。这嘛是一个红熊啊，但是应该起码无敌嘞，他们应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哈，他们没有听到那个，他们没有听到这个秘诀，对，哦，而且他们自求多福。
好啦，这就是咱今仔这礼拜五的节目吼，一旦期待一下哦，谢谢大家也谢谢吴昕老师做这个封面一定要来哦。对，这样的时阵，我感觉这个比迄个我们那个霹雳花还要可爱一点。对，我刚刚因为雨瑶实在太可爱了，对，真的很可爱，大家都很可爱。应该是主细汉童年女神。对，主细汉哦，扮不了坏女人。吴昕老师的确有资格这样讲，主细汉。没有啊，这应该是每个人主细汉，他刚刚跟初音赶快啊，主细汉的时阵。哎呀，真的是女神哎！就是大概已经有就这人，就是已经有很多时代已经陨落了，他们居然还在的这种感觉，就厉害。对，哎呀，有神奇宝贝也是啊，没错，基本上应该叫做 Pokemon 啊，基本上也是 Pokemon 啊，对，一直在神奇宝贝嘛。对，咱跟我汉吉玛，对，汉吉玛桑，汉吉玛桑，我们加快速度好了，对，来，你好哦，左边丢到边短探机，左边边短，梅龙上一拉下，丢到边短探机，然后亚成，福利熊，福利熊，亚成，感谢加入会员的亚成24个位哦，感谢，丢到边短探机，啊，都来是福利熊讲过啊吼，咱海亚提上你好，丢到边短探机，丢到边短探机，White Big 曾一提，有学姐来啊，嘿，我今天不起都会回去的，没有，你不是，你没有很雷，他们是这艺术拍摄，没有，我只是在讲我们主任这事情，就是我的当才人真正是东西就特别的存在，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伊真正就是已经变做讲，因为伊跟我白回，然后大家都觉得。就是我们两个人贴不是薪水，是我们老板跟我们的零用钱。大概就是迄个市长看到阮两个，对伫迄个旁，对伫阮头家顶，就讲这恁囝哦，你生两个哦，哇，好过分哦，好狠毒啊！对，以前就是听讲，你生囡仔，对，你生恁囝，对啊，好不出遐扣掉的。你讲你现在太过分了，超过分的，可以啦，可以好不好？可以怎么讲？刚刚就是亚成说道歉吗？这里我会，我真的很抱歉，我不会反省。对，亚成。我跟你讲，道歉其实是要有个气势的，你知道吗？对，一回去来我就哭死出来，对，大概就不要不是点不快，你根本就是安在床。对啊，我赶紧跟我们做人长就是去年跟我讲，这边来请我去吃孙东宝。今年要不加，就是这样。对，说话不算话，就是有一个哭死。对，好啦，但是我还是爱他。孙东宝应该是中部的牛排哟。无啊，北部嘛有啊，北部嘛有哦。即咱南部应该就做少看到啊。孙东宝，你刚我讲迄个，你刚我讲一个笨手物件。无啊，他就是那个，真的，他就是开很大间的，他开很大间的夜市牛排，因为原本在伫咧迄个水丰夜市内底，你会使用。180块，加伊就会卖你300。这那是本色物件，这应该就是普通咱台湾人会食的物件，牛排也是牛排，但是他就是，但是伊卖足贵的啊，就是伊会卖较贵啊，因为就是有店做啊。我觉得我有一些我觉得很难吃的物件，我刚刚就拍假的物件是，我刚刚也介绍对。嘎也品质对不起来，是知道吗？刚刚就白讲，他们你不会吗？你不会就是会觉得这样的东西不好吃？嘛是啦，因为你若是在夜市食有较俗，啊嘛好食，那熊有一个店面有无啊？就变较足贵。对，就是安尼啊，对。头拄有人讲外来水果直接照量甲差唔共款，但是差唔甲咱会当叫气泡啊，但是气泡对，刚刚汉吉马上有讲，汉吉马上即马是安怎？你即马就是对这个气味到最后变成一个台语大博士哦，你那也厉害，你那是啥物拢知啊？汉吉马上本地台语就少好啊呢。但是伊有迄个地势，就是头拄讲着，我们先讲小天宫迄个中岛边岛探景，他刚刚讲很多东西。对，还有汉鼎呐，还有汉鼎歌舞啊，水晶宝贝你买来呀，还有薄荷，对，我买来啊 ，Hello，这是啊怡婷吼，对怡婷呐吼，后来怡婷那边岛探景，对，应该拢拍着球，应该拢有，对，头拄有人讲，迄个
气泡它是那个蛇莓，对，然后我们上次也有讲到，就是气泡这些物件跟差不多是不同款的，它好像是伊跟那是cousin，就是他们是表兄弟姐妹，我弟弟是cousin 的表兄弟姐妹，因穿那些哦，我起码是因为你知道吗？你刚怎样就是大家拢刚刚我的英语就会，但是我的英文其实也没有很好，可以讲就是听有尔。没有，我刚刚是，但是那是迄个程度跟你日文的程度相比，就是我觉得是没有到很好。我刚刚就是什么物件都会晓一点嘛，我基本上上好的是台语，而且我的台语给影响到其他的语言，就是其他我会的语言。我知，会影响到。因为我基本上工课就是一直在讲台语，所以人所有物件会变成台语的思考。对，基本上我尽量伫咧私底下甲其他人开讲的时阵，还是讲代志的时阵，拢是用台语来讲，所以讲就会变成台语思考。台语思考就变成一个代志。其实其他语言是较紧，但是会变做就是讲出来一开嘴就会变台语，所以我现在开始讲一寡英文，对，就是可以跟那个海色水晶，你知道吗？讲一些话。刚刚就一直讲台语，你在讲啥？你刚在教我你哦，拜托一个。我两个一直在讲台语啊，伊爱讲英文。我感觉对伊来讲，应该不是介困难的代志。应该是讲我会尽量讲台语啊。迄当阵啊，水晶吼，伊若是讲英语过来，我会求救哦，我会问大家，我是咧讲啥。对，我们咪说英语敢袂使，他们英文还行吗？我记得应该拢袂歹呢，比我更较好啦，无可能比我更歹啦，吼，知无？讲到随风夜市诶，万国牛排上，伊只拢一份敢若100啊？真的假的？啊！你们有100块的夜市牛排过？没有吃过？细汉的时阵哦，8早7早嘛是有哦，即马拢无啊。以前嘛有呢，我还记得我细汉时阵200档，差不多200档进境，就是那个200年前，应该都差不多吧。就是有7、80、5、7、80块，但是我唔敢食这迄个物件，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有地沟油啊，那时候对200档有地沟油事件，然后就会觉得，你讲迄鼎新集团哦。对，妈祖看到妈祖看到伊洗豆啊，对。啊，记这代志，我唔知影大家讲的记就是那个对，90块一份，但是90块迄当时诶，你们要看当时的收入比例，搞不好跟现在差不多啊。对，那个无得看到迄当时就是1万块一个月，1万块的月薪这样。90块对他来说还是很贵啊。系啊，嘛是吼。就是因为你起码乘4嘛，现在基本上的那个月薪，全职的话可能可以拿到4万多块的话，360，跟现在差不多。系啊，结婚来呀，我啊，对，结婚了咯，可以来读这个团体的报纸啊，你个人怎样？结婚嘛怎样？对，但是你咧读报纸进前啊。他报道之前，我们不是要说好，就是进前要先盖迄个，我们的那个上次写的考卷，应该留着对不对？有，伫咧家来，我们来看一下。新老师，好哦。我的视窗的呀，呵，哎呦，你第一题是对的哦，你要紧张哦。紧张的，我想拿红笔的问一下。哦，来哦，我们很像那个补习班。对，基本上就跟补习班同款。来，头一第1题到第5题是 CBBC 猪。哦，好，全对啊！耶！好怀念哦，真的是，对 ，CBBCD 啊。对。啊，迄个6到9猪 AC， 猪 AC 转掉无啦，我已经考起了，你快去考了。无啦，我刚刚无准，因为迄东西吴昕老师带我到顶课，这无准啦。没有，有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啊。我是用删去法，所以你也爱点用。这个真正是倒塔是倒跳，哎呦，倒塔是哦。对，伊个是倒塔的意思。倒塔，对。真的是倒贴啦，对，刚是倒塔，就是迄个倒塔。是有。来猜分数68，太低了吧？你们我们现在来开个赌盘，就是你今晚有偌济啊？你们等一下就抖内多少？
如果你们猜错的话，就全部抖内多少？我们压力山大，然后开始不敢对，我不来开剧。敢猜这样。等下警察来敲门。我台湾就有刷定，被检举，被检举，刷定伫咧迄个挂叫，袂使讲记安尼。克漏字来，我们现在就是有猜的，等下抖内多少哦？克漏字咧，第一题到第五题是 A C 组 A 啊，个转掉呢，A 组 A 哦，个转掉呢，嘿哦，是哦，你的台语其实很好嘛。你台语袂歹啊，但是就是爱练速度，爱练速度啦。我速度就慢呢，我真正读真正就慢呢，哦，好凶哦。我大个即摆考试拢安尼啊，因为最近就我的一个朋友去考迄个书记官，嘿，对，伊头拄仔嘛是咧对答，哦，会甲我讲，大家拢对答，我就问伊讲，啊，即摆顺利无？啊，又甲我讲，我看到社群顶端有人比我更加惨，所以他安心了。说真的假的？你就知道我们家是这么轻易就满足了吗？够直接，已经崩溃了，已经没有办法再那个。对。后来第六题到第八题对不？嘿对。猪 B 猪啊，个转掉呢？哦，哪可能啊？哎呦！对啊，迄当时头阿讲，迄当时感觉吴先老师只是先帮你念出来题目，然后大部分拢是做出家己想的。大概想诶，对啊，我底下应该有几题是因为你祖上有语感，就是你小时候其实有那个语感，譬如讲那个豆条啊，对，你只是没有认出那个字吗？我没有认出，可是我就觉得其他我们不是用删去法吗？对，应该是豆条啊，哎呀，对，然后那就是你家己的迄个啊，就是到时候，但是我刚刚考试的时候，那一开始台湾也就把那，然后如果你真的是就是一直就是土法炼钢，一直那个对，一直垮。我刚刚依照嘛是啊，我刚是台湾的考试东西有一寡问题，就是你考到最后其实都变成肌肉记忆，你不见得是，应该是不一定是因为你不一定是因为你真正看有迄个题目，对，就是看关键是依照拢有会讲你。咱考到高中差不多就是伫后边爱考试的是考大学的时阵，然后就说你看关键字，然后画一画，然后就可以直接选。哦，嘛是呢。我之前咧考地分的时阵嘛是哦，直下，哦，直学。基本上就后边拢不是去读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也是可以，伊就后边变安尼啊，所以它就不会有对，就是。你就是不是，它就跟阅读你快不快没有关系啊。这就是后边就变啊那样，就是你不一定是真的会读完啊。不过我读日文的时阵嘛是就办呢。我就是跟华人在学语文的时候是很反的，就是我在讲的时阵我敢讲吼。对耶，我来读的时阵真就慢呢。我日文的时阵是安尼。对啊，你就是那就是一个不适合的迄个。那个当风世界，对，我是他就会低估你的能力啊。我是一个就是对，还有就是我他就版的啊，不过就是最后的答案都会对，然后最后1秒写完也没关系，没时间检查，但有过就好了。我老师安尼跟我讲啊，有过就好啊，最后几秒嘛，把紧啊，安尼最后几秒，而且我刚刚就是有20分就好好啦，对啦，就是没有必要。追求那个什么榜首，我自己都是这样。我就算讲有考较管，我刚刚讲那是有过就好啊。那就是你拍别结果，就是这样，有过就好啊。对啊。头到有人讲什么书记官几排高？我听讲今嘛书记官录取率比其他的那个公职人员都要高就是对啊。但是今嘛嘛开始找无老师，我唔知影现在怎创啥，就是今嘛小学人唔知影怎做成物件，可能东西股票分析师吧。今嘛老师因为我昨去听一个座谈会，讲今嘛家庭都找无老师。就是都没有老师这样，然后就是进学，但是进学都无提啊嘛是就排课，但是就是无老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老师嘛歹做呢，嘿啊，对呢，因为即摆的制度就是安尼啊，就是迄个校试审定会的学生啊一反映，他们就是
就是要开会，所以讲老师若是伫咧教育现场，就是老师就是决定就是卖管，什么都不用管，伊咧升手机啊、录手机啊，卖管。唉。但是这种工课就是这种没有成就感的工作就做不久嘛，对，所以就一直考入来了，个离开啊，吼，唉，我讲东方谦虚影响太重了啊，什么意思？伊是讲，我刚你真正谦虚，你真的台语还不错。咱就是把后边文章理解的部分，第1题到第5题，我们来看第1题到第5题哦。A B 猪 A， 我看 A B 猪这唔对啊，错了，够几题？都几题？我看一下哦，是，所以人口增加。那我们当时为什么会选猪？因为它都要算唔是，可是不是。什么意思？但你不是中立式发展的因素发展的因素不是公因素，人口增加超过4倍吗？为什么不是？人口增加，等一下说为什么？这我都不知样还是讲伊是结果，伊不是因素，伊不是原因所以结果。有可能是因为这是逻辑性问题吗？我最怕这种了，我真的是超级怕。就是因为后边有发展，所以讲伊的人就越来越多，这是结果，它不是原因。等一下，我刚有台湾哪到啦，我们等下再回来看。对，你讲你对，就哪到呢？这个有点，就是这个是我最怕的题目，点安呢。但是我觉得，但是我刚刚这是互相啦，就是因为有人嘛有可能就会较有发展。你如果发展就会有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这我不知道，我可能会送分嘛。如果是有人去反映的话，好。刷落来。但我因为我就觉得，我家己有其他的工课，对这个物件的想法较无同。好，第6题到第9题，上尾一个。最后了，好。是猪 B A 猪。这个唔对啊，这猪 B 啊，看一下所以就是那个错比较多，但是嘛无讲。对讲，安尼你有过呢？安尼有过吗？这样高分上榜啊！不过我来看头前他的那个，着请人食红菇唔免请人啊！红菇是互拜祖先，应该是拜祖先哦。没有看到，无看到。刚刚是食的物件就是那个饼嘛，咸公饼。对啦，这是新名的啦，要摕去食。そうですか。好啦，错2题这样是怎么算分啊？看头前啊，上头前遐有讲，我会记得有倒扣，但是我今年的我无扣，所以我唔知。他说，每3分，没有倒扣，120分，所以120分，所以减3哦，120减3。减6减6，114嘛，所以阅读这样是114嘛。我还是觉得不准，迄当作只有吴先老师在读，我家己读。无你连讲找一届啊，你会使就是10月的时阵，较无遐尼无用的时阵。可是我们按9月的时阵，甲10月的时阵嘛，我就在触别的物件，准备向大家分享。就这我等我们可以等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真正是尘埃落定。打定位时阵，我们再来考，我们再来写啊。要是我这样背为等的人，这样是不应该被挑起啊。我可能到11月哦，我可能到11月底。我紧啊，你这里去11月里边。你身体过得好吼，身体过得好。还好啦。我感觉蛮算是快乐，就是伊的意思可能是
人口增加不代表发展，是什么意思？因为垃圾变得越来越多，是这个叫负面的老师连说对咯。哦，个好舒压哦，一个讲一百，加一个就是人家国语不离个人家那无啥物，无啥物差别。那有用国语不离，不是笨蛇吗？国语不离是乌色流车。やめろ！无啊，やめろ！无，毋是有一寡人啊讲人类甲家蛇是，对，嘛是一种就是家蛇，对地球来讲，甲家蛇无啥物差别。无啥物差别啦，哦，是，都是害虫啊，就是都是害虫。对不起，地球，我们是个如同流星一般的生物，洗秀弟弟打呀，洗秀弟弟打。我们最后台语的直播在教些很奇怪的，教些很奇怪的东西，对，而且那差不多要来看报纸吼，差不多啊，会使啊，来看报纸。谢谢吴所以你110分，咱若是讲你以后真正开始想要去，就是准备考试，那是迄个啦，就是不只是就是这个单选题，但是你114分应该是可以拿蛮多总分，所以你免烦恼。而且你若是想要就是增加你的就是讲你会当讲嘛，所以即马变做读甲写，就你读，若是讲爱增加你的速度，你会使考虑啊头拄啊，阮有一个网人啊，就是新奇报纸，这是台湾上。头一个，他是台湾第一个头一份报纸，叫做台湾府城教会公报。你在头一集的时阵其实有讲到的，就是其实我们有讲到台湾府城教会，对，有哦。对，他就是因为依在迄个对，成功来进前，就正常讲来之前，不是有荷兰跟西班牙，就是荷兰、西班牙嘛。你刚才依在头几届的殖民，就是第一次的殖民，跟后边是国家甲咱殖民，这是无同款的概念。以前那个荷兰跟西班牙人来，他们是以公司的名义嘛。依在是因为匈牙，那个时候商业活动刚进行，所以商业有一阵子是凌驾于就是国家的就是人治的社会，所以是东印度的公司，伊是公司直接来治理台湾，因为是国家哦，其实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哦，对因为想要好就是台湾人有认同，就是认同荷兰个替这个公司一个趁钱嘛，他们就是你有认同，你才会听他们赚钱嘛，对，所以讲你就传告你就传福音，对，所以因为着要传告，因就开始因家己人就是家己的传告属因嘛是因去倒位，他们就是大殖民时代嘛，荷兰人迄东西去哪里就学哪里的语言，对除了因家己的笔记之外，他们还会用他们自己创造的字、创作的字去写迄个教会公报。教会公报要创啥？平常时就是写除了写迄个圣经内的物件，他们还会写台湾传统的一些神明的坏话。对，然后头拄伫咧准备的时阵就加迄个。伊讲迄个内底，我毋是有甲你讲迄个妈祖的对坏话，对，伊有一寡物件，对，我即摆会使来看卖内底讲有啥物物件，会使点入去我们来看那个白话字典上，它是不是网站是怎样坏掉？是不是？有吗？啥？没有，它前面对，不，你也使。点入去，你也可以先点。我是点这个吗？史料影像吗？这个吗？史料影像也可以。白话字白话字点总嘛也使，你也使先迄个啊，就是先还叫啥？就是家己试看卖啊，你想要看？我试看卖啊诶。我记得内底有迄个线文，伊线文内底有真的在讲那个还有那个很酷的东西，还有就是散文里面点进去，内底有一个就酷的物件，你们应该有听过那个，以前伫咧读迄个国文课，上国文课，我们上国文课的时候，你们应该有
韩语的有一个课文叫做见音佛骨表，你们还记得吗？那是啥话？就是韩语，就是因为韩语应该是宋代，他是宋代的人、啊，因为就是宋代有一个皇帝，伊是不高的，他是超级佛教人，然后他就是听说。伊就是听讲，这个故事是安尼，伊就是听讲迄个印度天竺，当时的天竺有一个迄个悉达多迪达罗，就是像就是不做的一个迄个小指头，就是小指头的一节的骨头。所以呢，当时的皇帝就开足侪钱，啊叫足侪人去甲这个迄个着镜头啊。就手仔的迄个骨头，摕转来中国。因为韩儒就感觉讲，就是不是韩国儒哦，是韩儒哦，无同款的人哦。韩语呢，就感觉讲，这听起来是上无彩钱啊，就是铺张浪费，无彩啊，所以就写一个见音佛骨表。对，这应该高中的时阵大概有读过。我那个我迄当时有选这个文章，但是大家应该就是无同款的时机，但是讲咱是无同年会，不一定会拿到一样的课本，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有。这有够出名的呢，这个真的好神奇哦。但你就知影讲是安怎互咱人下的步骤内底会有见音佛骨表，我觉得很好笑。我今摆看这个是，我看这个，因为我个叫是讲我掉进去吼，它就是会有这种就是以前的对，挂菜剂就是天主教的挂菜剂哦。他们叫挂菜剂啊，就是北部是挂菜剂，挂菜剂是西班牙的人就是西班牙传教书写的。挂菜剂好像是圣经里面有讲到的一个桥段，但我不知道。对，我头个是，就是我的神拜是基督教的，我可能还该问挂菜剂是什么，好像是犹太的里面一个印象，就是芥菜是什么，我忘记。对啊，南部遐就是互相教会公布。真的都是那种对啊，这个物件我看卖这篇文章论时间的价值已经加做是 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钱安尼讲，因为若是用时间就会定升级的云端，总是那安尼时间是地性，搁在时间是德性，那毋是讲人做这句俗语是因为看钱第一好的物，爱做第一就亏力的。最啥？水才酸，水你在讲台语的时候，你的英文听起来特别好。我不知道脆在真是啥，加好这个手艺来大补救诶。脆叫真是啥物件？我查一下，看能不能查到。Hello， 空岛迪卡中岛平安，中岛平安。思思够一下，然后高中那时还是国立编译馆的课本没有那么精可是国立编译馆的课本没有见音佛骨表吗？你们居然没有韩语不是讲什么，伊不是写讲什么，因为伊刚刚什么国之将亡，然后他还写那个写一篇文章给那个口译看，他不是叫鳄鱼要退吗？他这么爱国的人，国立编译馆没有选他的课文哦。你在那个国立编译馆的课文内底没有韩语哦。查无呢，查无这唔知啥会好不要紧。那你会使先看这啦，我互你看迄个见音佛骨。好啊，来，我要看。我觉得很好笑。你 DC 好啊吗？对，你会使就是去思考看卖是安怎，迄个就是
互咱的团教是安怎翻译台语的建议波股票？好，OK，就是因为因就刚刚讲台湾人。今麦应该嘛是因为今麦中元节要到啊嘛，只是现在中元节要过了，到了，对啊，大家就是可能这个月都会开5,000-6,000块伫拜拜，嘿，啊，台湾人以前就是拄着这个年节的时阵开愈济，啊，以前的人愈搁较散，啊，搁开遐济，就变成他们都觉得很铺张浪费，所以呢，伊就是因为啊，迄个荷兰人就刚刚讲。我们要找一个汉学的学士，而且迄个韩愈伫台湾是有人拜，大概知影无？迄东西就是地仙公，他们也有拜韩愈啊。那韩愈是爱国之士啊，就是因为欢清虎兵嘛，他们就是不忍那个宋代被。好像是有什么爱国迷思上面说什么不忍宋代被外邦牵制对。啊，迄东西就是清朝加明朝嘛，是这个总后嘛，清朝也是外邦嘛，对明朝人来说，对啊，但是讲迄种时阵有人咧拜韩愈哦，对，所以就因就想讲，那安尼就是翻译依照韩愈生前的，就伊在生的时阵的文章。啊，甲大家讲卖买，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反正回来就是互大家看讲，你唔通就是拜甲安尼啦，不能这么铺张浪费安尼。记恶语文，记12两文，对啊。古文观止已经一大本都是古文了，有印象是《出师表》，跟大学生为了告白改过的版本。什么《出师表》什么《出师表》改告白版本，知道怎么改？哇靠，超长的小明名好酷啊，超酷的。什么意思？你知道现在有很奇怪奇怪的物件，就是奇怪物件，各里殡仪馆，爱丁馆内底写什么物件？我们来看一下他写什么。你讲阮过来这边团道理，就是问这个问应该就是传教士啊。你讲阮过来这边团道理，常听见人讲我故事。嘎阴谋地带，就是他就说外国的事情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啦。有的也没讲是还他搞，他们以前都会说，依早就是汉人都会讲，那是台湾人讲的啊，就是所有的东方人看到不是这种脸孔，他们都全部都叫人家还了。孔子也这样讲啊，他们都说是外朝的人是藩什么披发左衽嘛。对，是孔子先讲的，所以大家才会跟着讲，所以是他的问题。反正他的问题啊，就是对我刚刚有一个，应该怎样恐住这个人，其实对某对囝拢就对，就不 OK 去，就是伊甲伊娶2个某。而且不是刚时娶，伊头前是有甲人离婚，搁娶安尼，伊对因某的就是我迄个，我们现在这里有孔子的粉丝，先好吧，我们先暂时离开，好吧，我们5分钟我们再进来。伊对因某话歹，就是因某煮好面，煮好饭叫伊来食，但是伊若是讲伊的肉无切做4角。就是他没有切的方方正正，摆好一定不加，而且他就会冷暴，他也不会跟你说，伊嘛不会跟因某讲，你做都会做唔对，而且对于我来讲，这应该嘛无算是啥物唔对的代志，但他就是不会讲的话，他就不吃了。你哪知影这款代志啊？有啊，就是迄个亚述东西，你们可以去看《史记》里面都会写啊。现在即摆无这个物件，就是现在无传这种物件，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还是独尊儒教嘛，就是讲啥物，我们就这人都会甲孔子就是圣人化，但是伊其实是就拍到顶的人，伊是无春秋的，这个人就是你甲伊斗阵，伊是无春秋的。他常常把一点点去甲因某因囝，就是比较小气。这样就拍斗阵的哦，鸟诶，我这样就是伊的物件就是，对，而且伊是山东人，他是就是那个，对，他是山东人，对，山东的就是你去问迄个中国人，你知影讲山东的查甫的就歹是就拍到的，他们就是什么女子三重人，他们因今嘛拢今嘛个感觉这代志是，就是
孔子的迄个思想是为因遐传落来，所以他们要坚持这个传统美德。所以因会拍某啊，就是某无法度就到，就是无法度就到食饭，这样是孔子，哎呀，就是他们留下来的。啊，即摆阁有吗？伫咧沙东遐？即摆阁有啊，即摆阁有啊，因的查某囡仔是无袂当就到的，是不可以上桌的。哎。谢谢吴先导师，触鼻，真叫触鼻，有够触鼻。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我刚刚咱的教育内底都没有把孔子去魅化啦，就是大家刚刚讲伊就是一个什么，所以我刚刚我唔知道，但是基本上咱的教育啊，就是讲咱的世界上知影的就是这个人，但是知影的讲唔是伊真正的款，伊对伊的学生啊，佮伊对世间伊想要做代志，伊是想要做政治家嘛，所以他对人民都很好。但是伊对楚灵人是很刻薄的。但是伊政治的较多，为什么没有人敢用他？以周游列国没有人敢用他。有足侪政治家是为你甲边仔的人，就是你甲你亲近的人是安怎相处的，去看你这个人是不是敢有适合去。治理这个国家。如果你对你自己亲近的人，你都这么刻薄的话，如果有一天有一天所有人变做你的家己人，你就会对人刻薄。对。那现在这样起码孔子，为什么现在孔子大家还是会觉得他是好人？因为他还没有治理过一个国家。刚刚在讲代志，讲到大家起码，哎呀，我突然刚问到你说，真正有够赞的啦，真正有够要求赞的啦。孔武有力的男子，对，头都要大家讲，我希望他充满肌肉画面。对啊，他是其实是礼乐，因早不是都会讲礼乐射御书数，就是以6个拢就好，他6艺都很好，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伊其实是一个高级分子对不？伊若是伫咧活伫台湾，伊就是自细汉，伊就是读维格的我差点讲出一个人，我刚差点，我头多差几点嘛就讲一个人的名，你不能这样，我差一点，吓死！那差点被出征。没代志，就是因就是自细汉读迄种什么复兴学校，对，复兴国校、复兴国中，后壁读维格高中啊，直升台大啊，伊有参加系队系篮。天哪，好学霸，这种人哇，他就这种学霸。我按伊处理可能嘛有钱，安尼，就是伊就是这种人，霸总，所以头到讲，有人讲讲迄个传统美德既得利，就是安尼，因为伊就是迄个展出的人啊，他就是这个层次的人，他当然不会对别人有，但是伊。有提一寡物件，讲我们要禁止陪葬啊，迄是对的。对，这个其实也是他有的贡献呐。但是你真正互伊去砥砺，你提出政策跟去治理别人是不一样的概念。天哪，我有点冲击。差点就要喊几，对，我差一点，你知道吗？我差一点整个人就直接变成灰烬。今天拜的，这就是成功，这就是就成，唔敢讲。今天拜的看无韩吉老师啊，爱要珍惜，爱珍惜。你像一个谁要管嘛？他又长得在那个时代也算是一表人才啦。有个管嘛，然后又那个又学霸。可是这个人为什么？这个人就是伊其实拢安尼啊，就是伊的条件都足好啊，是安怎？还是很多人不敢用他。因为咱看就是伊对比其他的，伊对家己处理人其实无讲介好。李白也是啊，你即摆有听过足侪足侪风云的历史的人文，就是因为伊文章写了好啊，是安怎伊会写文章？因为伊免写公文啊，他们不用写公文啊，他们没有被重用啊，所以他们都在写抱怨文章。李白就是这个大本号，伊对因某嘛是足歹，伊都唔捌回去因兜，他都不回家。天哪！对，因就甲因囝，伊敢若生了5个囝，拢把因某饲。你要知影以前的迄个年代，虽然讲同代就是唐代，其实是相对
开放的嘛，因为女生其实还会有工作，但是李白可以赚到的钱，跟他老婆可以赚，因某嘛是曾经大小姐，可是他们家那个收入差距应该也蛮大的吧？对啊，李白写一篇文就你这样物件妈妈伤济啊吧？你知道的也太多吧？我现在对这些因为以前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我就来被他那是因为我以前就改这种中国文宣史，我就改中国的文学史，所以我容易去读。啊，你读了后，你真正深入去了解了，你发现你就会发现什么距离产生美感。有些人就会讲说什么。哇，这些人多优美多浪漫，没有一书对哈，伊会写这款文章，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有时间嘛，第二个就是伊免做工课啊，对啊，他不然他跟其他人他其他的事情他都不管啊，对，一对因的早跟原来他们对他们的家眷都超级的刻薄，对，所以对几个人来讲，就是有时候甚至其实不要跟他们当家人是比较好啊。但是杜甫就无同款，就是头拄仔讲李白，杜甫其实是就够出诶，就够出诶。哦，可以。哦，原来杜甫就是烽火连三月嘛，家书抵万金。所以伊其实是会烦恼，伊敢若有一个，但是伊生的时代无好，伊出来了后，迄当时东调已经开始拍针啊，他已经开始打仗啊，所以他考一次考不上，他就不能再继续考进士，伊就爱开始逐工烦恼，伊刚每当活落来，安尼，对，然后所以他就会开始写诗。然后伊的状况是跟其他人无同款呢。我以前最喜欢李白，后来我就蛮喜欢杜甫。对。哦，原来是安尼哦，有加分，有他啊，不得志都是 complain 跟考试的文章，就是安尼啊。真的呢，是啊。中国的文学史就是文学史，它就是现在有文章，有文章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就有准啊，有就这物件通写，对。但是现在有准，就是因为大家的想法，大家想为他们最后的目标其实都是要当官，所以你刚刚讲你不做官就不给当嘛，哎呀，就变做即马若是讲。咱变做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或者是讲，今麦若是中国，我们讲这个会很敏感吗？我们这个只是假设，中国若是变做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但是大家的，就是因为因的教育内底东西，刚刚讲我读册就是在做官嘛，可是如果我没有别的选择的话，那就会变做讲，一直唯一。甲做官当做人心不飘的人，伫咧历史的结构内底，我们看到这个状况，无论以外有在境，他就不会被重用，因为他们心里其实没有别人。就是蛮趣味。为什么会讲到这边？为什么会讲到孔子？还那搞，恭喜孔子。对，还那搞。对。永爱我们接下来讲永爱周栋人教伊唔通进。对，就是他说有一些人啊，就是因为觉得我们这个是外国宗教，然后就要阻挡他，因为安那就甲今嘛大家刚刚讲，有当时有一个人讲，有当时有人会讲什么咱伫学校内底卖学台语是安怎？因为今嘛这个语言啊，就是如果你进来，他就会他就会损害别的语言的资源，然后他对你那是今嘛。因讲若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他进来的话，他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政教。伊拢是政教，就是迄个儒释道三合一的道教。对，就是咱即马咧拜的这个物件，延伸在也超级延伸。对，迄号话有经济无经历啊，这个真的是 not common sense。That is not common sense。我们现在真的荷兰人好像也不讲英文。伊的意思就是这没啥道理，就是这就是没有道理啊。因为啥？因为上帝是烫天下的上帝，不是一个的上帝。他说，上帝是公共财，不是只属于我们的国家。以后的话，但唔通听，我们不可以听这种话，我们不要听。如果遐个人家己一心在
拜佛祈庙，就是这些人呢，这些人他们在讲的人是说那个不能让天主教进来的人呢，自己在拜佛祈庙，都袂晓想这个佛教其实嘛是外国教，讲的其实很对，因为怎样一开始外国教是就是佛教是为多一个国家传入来，你知道？佛教它不是印度吗？系啊，所以伊是外国教啊。哦，对，但是即摆印度的人无咧众生，就是没有众生平等啊。然后就可惜诶，因为佛教伊讲的是众生平等。对。但是他们现在是那个雅利安那个嘛种姓制度。对。因就是佛教是安怎会出现，就是因为要制衡那个种姓制度，而且它其实是伊其实是迄个。以前有一个种姓制度的贵族，就是我头拄仔讲的悉达多，就是释迦牟尼佛，悉达多王子。我们今天讲了好多释迦，应该你讲到就这释迦，我们来释迦，释迦另外第三个，就大概若是对这个物件有兴趣，但是听我那讲种诶，你们可以去看《升格传》，我觉得蛮好笑。就是坐迄个云霄飞车，我那些到天国，感觉那超好笑。我们家有收全部。他一定对我刚刚就好笑那个，我对那个坐云霄飞车还有那个，你不是伫咧迄个迪士尼内底坐迄个太空船，对，刚刚就好笑。而且地狱梗呢，对啊。我去阮兜啊，伊就讲迄个耶稣甲迄个释迦牟尼佛讲，那天我甲我嘛爱甲你收门票，先做，因为你到我家，对，好笑，很诶。但是基本上来是美国对人来讲是西方，所以这个一些西方极乐世界应该是我要跟你收门票啊！对，我对这个比较就有迄个，就觉得很好笑，大家再去看。对啊，新婆罗门教是啥物件？就是他们那个种姓的制度有调整吗？没听过。新婆罗门教，当去查一下，嘿呀，对啊，伊讲。盖够较无感想，就是对啊，其实那个对因来讲，咱甲澳洲、台湾甲澳洲其实较近，嘿，对无？后壁是到迄个那个什么，就是印度搁较远。嘿，印度咱都爱先，你们能看咱地图，我们地图不是都会把中国那边画，可是中国其实很大，我们要咱来。下过中国了才会到印度，但是我会记得，澳洲跟台湾是下过迄个就是大西洋吧，没有那么大。梦辰你好，中岛平安 ，Hello， 中岛平安，嘿 ，Hello， 对，婆罗门内底刚刚种姓，对啊，以前嘛是种姓啊，以前就很早以前就是种姓制度了，哇！然后他都要公告都有，他都的公告，我看觉得就是说佛教也是外国教嘛，不是干呐，阮在产林辩，他说这个又不是我们在跟你辩的，我们没有要跟你辩论，就是恁本国读册人也在两灾，就是这个大家读书就，可是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哎，这我刚刚马西就拍他哎，这个其实不好念哎。这个好厉害哦！你说这个杂志吗？对，他们以前，你刚刚讲，你是哇，这想法，以前是因为那个时候无华裔，一东西无华裔，然后以前的字也没有那么多哦，就以前已经跟阮即摆的字其实较少，所以变做。令他因就会写令就会写 LIN 嘛，因为以前可能无迄个字啊，对，就是后壁字可能就是一直爱发明啦，要一直发明。你这是差不多1886年呢，这是200，对，那是我刚出生的东西耶，超酷哎，对啊，所以你也刚刚拍读是因为咱现在已经有更较侪的工具，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工具，所以我们会觉得它很难用。但是对因一东西就是一东西，可能你是读册人，你知道了一点字，然后你只要再学一点，你敢够会晓一寡罗马字，对他们来说就可以看很快。哦，就那才就是阮现在开始用 AI。
阮可以感觉 AI 就好用诶，对吧？以前 AI 都开始的时阵，就算威尔史密斯他们用手吃意大利面，我们也是要觉得它很好用。可是你今嘛那是用初代的 GPT， 你会觉得它很难用。因为你今嘛 GPT 已经到2.3就2.3O 了嘛。对，他们就是会一直更新版本。台湾也是这样。东西就是刚刚这就好用诶，因为那就是一开始他们有的东西就是这些。对，原来是安尼。今嘛2点啊，你刚会付要去做工课？没有，我还刚到人家报，可是你可以吗？我差不多我差不多个15分钟就差不多啊，15分钟。我刚头拄仔看到一个就好笑，我头拄仔我头家就唉好，伊就讲好赞，好笑。是安怎讲好赞？你頭家？就是伊要上節目啊，大家會使加油一個，好笑。對，來，佢最後15分鐘，來。但是頭前媽都嘛是講咗久的呢，他那個講好久哦，怎麼講那麼久？你講伊的節目嗎？要不要翻譯？沒有，我說他還沒翻譯到。對，伊內底有迄個啦。那咱直接看他有没有翻译的正文。有呢，伊是写讲，告大家来这条没有记载古文，你看那个这条对，加开始，他一开始后边开始讲，后边一段，你有看到某姓吗？姓某名讲这个。新某就是迄个陈某名讲这个，对，我就怀疑的新某名讲。加，对，新就是我的意思，头前有讲啊，就是伊有甲伊讲，即马下骹的翻译，就是现在那个下面的翻译，贤是讲汉儒这个人，对，伊讲土算这个本的代志是外国一个法术尔。这是一个外国的印度的法术，对后汉是在中国，起头为捌有，他应该是想要写捌有，就是以前从来没有，早伫咧皇帝这位到8年，你们要先要知道这个翻译是谁翻的，这个翻译是荷兰人翻的呢，哇，好厉害哦，就是伊原本的是中国的。伊原本就是中国的迄个文献嘛，它是陈有云，然后什么什么东西，后壁有荷兰人看到一个学晓汉学的荷兰人，就是《还珠格格》里面可能是郎世宁吧，我不知道，不一定伊就看到，对，伊看完了伊才翻译，变做台语，超酷的，这很酷欸。我觉得好酷哦！就是刚刚讲，而且你有过一个想法，就是汉儒这个人，伊无得卡伊讲的话，甲阮的台语就像诶啊，对不对？以前的古汉语啊，对，对，但是这个物件翻译竟然是荷兰人翻的，对，伊讲会书加111回，少这个我不会念，少号做为18年。80当，对，会修加100回，随这应该就是迄个啦。伫咧讲什么少号，就是18、80的意思啊。做会修就是100回嘛，然后这个我们以前要讲，端瑞是79年嘛，对，会的就是伊就讲就是过年，这意思就是讲以前的皇帝伊有。对，东西遐，就是东西活到几啊岁安尼，对。但是中国没有佛，他们是说我们也是都这么多岁，但是我们不会把人拜佛啦，对，就是安尼啦，就是汉儒就甲迄个他的宋徽宗讲，是不是？我忘记了，我的那个中国史有点退步了，对。你讲中国就无佛啊，是安怎？就是你爱就是为外口，就是相信别人的法术，主要就是这个艺术，安尼，很酷欸，很酷啊，超酷的。
规定就是伊就是讲你卖迷信啊，这也不是我们以前的人活那么久，我们也不会自称佛，也意思是安尼，就条无人嘛是97岁嘛，对，一开遐济代，一开遐济，这就是公文，这就是公文，你知道吗？你等下你在写公文的时阵，你就要写很多例子，对，譬如讲我在写我。希望新北市政府要做什么，我们要写啊，苗栗县怎么做，然后什么，已经嘛，你迄个外国一个法师后边伊拢是咧写这，他就会写说什么从皇帝几岁啊，有人就活到200多岁啊，他活到200多岁，我们也没有叫他佛嘛，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迎佛骨？对，而且骨骼是为倒位来的，这是外国来的，那可能对韩愈来讲，那个是。是唐宪宗一陶节有讲，他是说对唐宪宗的宪宗就是那个你知道吗？去泰国一趟，还有引古曼童进来啦，对，依然讲，就是安尼，好哦。因为虽然讲我就还慢的啦，但是确实嘛知影万岁爷会强，万岁爷就是皇帝，还有这里面翻万岁爷。动物可以上桌什么意思？那个店先生讲动物哦，你说山东吗？可以啊，动物可以上桌啊，所以女人在山东是比动物还不如啊。哦，好可怜，动物可以上桌，女人不能上桌。可以啊，狗可以啊。对啊。Hello， 这是蛤蜊吗？蛤蟆你好。Hello， 蛤蟆你好。对，你好，最后来看报纸Hello， 你好，狗婆奶酱 ，Hello， 嘿，来看一个这个报纸，嘿，头家平安哦。是马克先生，嘿，马克先生你好，你嘛来啊？对，就趣味的，会使推荐给大家啊。若是讲今日咱时间不够，我觉得我们可以，你也使自己去看这个。可以啊，这个我把这个网址给大家，这个里面很多。内底个会写迄个妈祖的牌位，因为他们就是现在有这个报纸，这个报纸就是希望你去信基督教，安尼，对，也有讲这物件，因为迄当时那个时候反弹的声音就是一寡读册人嘛，就说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讲所有的搞东西，伊安尼讲其实嘛是对的呢，就是中国。咱讲的今麦的这个中国，以及这个土地其实内底是无佛的，就是好像真的没有神鬼。有发现就是他们道教，那道教算吗？道教算，那道教他们说是仙嘛？仙，就是那个老祖嘛，太上老君，对，还有啥瓦漏清君，对。可是他们以前这些。神，我还记得他们会保佑人吗？你说三清道祖这个吗？就是从他们有三清道祖这种一早开始也保护，刚没保护，这也当问迄个过程。对，因为五千老师也头家就是三清道祖，对，伊就是对，但是今麦台湾的宗教，甲以早开始的，刚刚是较无共，对，无共款啊。因为台湾的拢会较无共，台湾好像。真的不太一样，我记得。这后摆会当问一个5000老师，有5000老师来，因为头拄看到伊，不是讲有讲一句讲，就是中国是无宗教的，我觉得好像有道理。你讲像有讲中国是无，伊内底这个文章内底讲就是中国其实无佛啦，就是没有佛，假吗？对啊，台湾讲我看今麦修行小的修成之后都只保护自己人，那确实底下人们不是会抢那个道修为吗？等于台湾嘛是就特别的，真的为什么？好特别哦！我突然发现这件事情中国人，但是我刚刚这嘛是一个好的民族性啊，就是不用迷信的话，就会只信自己。你就会相信，就他们难怪他们那么有自信，就因刚刚把世界，就这，对，可是现在又没有。可是我觉得以前就是你若是讲原先的中国的意识就是较自信的，就是他们不会有对于那个的依靠。有，但是嘛有一个想法，就是有一寡老人会讲，因为中国就这战争的，他们不是改朝换代都会有那个吗？冤家相拍，对，所以讲今嘛遐已经无。
形啊，就是已经没有神佛，也有人这样讲。就这是一个压缩。可是对耶，好像中国没有什么本土宗教哦，那是没圣斗高，很像没有这样硬要讲的话，我刚刚无，就因为不高是团过来，对。但是你安尼讲，台湾跟咱嘛，台湾有原住民嘛，有杜祖灵，对，就是原生的，系啊，对安尼。我们汉人的话就是外来的文化嘛。对耶，还是讲中国其实嘛有原住民，嘛是有可能啊，但是嘛唔知啊，对啊，这嘛唔对啊，知啊，就是我们这嘛唔知啊。我听讲一个讲法的村国分享和大家分享。那台湾的就是迄个卢凯族，不是有爱玲记？对，爱玲记听讲迄个爱玲是就晚星种的台湾人。哈，是吗？恭喜！对，他们好像是就是很原生的台湾人。后来就是咱的这个南岛语，有些人说他们其实是欧亚大陆来的啦，也有人说我们这里他原本住在这里，然后是我们传出去的，这是两种讲法。但是听讲伫咧卢凯族的没有塞夏族矮灵的记载里面，伊的歌内底伊讲的是，就是因是把这个矮灵抬掉了后，然后占了他们的地盘，所以他们就是很感谢矮灵，这样。对，有人讲，汉吉妈妈有讲啊，好屋上滚石像物件。我真正是安尼呢，矮人熊早是台湾的人种，真的耶。对，类似奇异鸟，它就类似一个奇异鸟，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刚才是米嘛，我说因为台湾那是以前是四面环海，讲真歹搞，对，因搞了后，也是讲可能原本底就有这两种民族，然后到最后另外一族比较没有危机意识就被灭掉。商以前是原始的图腾信仰，对耶，南上神教呢。所以大人上神要一讲诶，伊在嘛是迄种原住民的图腾信仰。女娲补天嘛，山海经哪里就省他话讲是有一批比较矮的人种，然后还往更东南的地方，还比较被灭绝。对，真的好酷！他话你嘛知影哦。所以迄个东南亚的南岛语族，他的文化跟我们台湾是相近的，就是他们两个族群好像有平行的生活过，然后他们是也有点像有淡薄像迄种客人跟河洛人的竞争关系。嘿，好酷哦！对啊，没有我刚刚在想，就是商以前那叫《山海经》算吗？对吧？我觉得《山海经》又是都是妖怪。我觉得你们好厉害，你们可以去开那个学术研讨会，这是很深入的东西耶。那你刚才刚胸口不一嘞？说到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会，你要让大家拿票啊，对啊，大家要提票。基本上大家要抢啦，这个我没有办法发给大家哈。这个就是真的假的？他们现在已经就是已经开始报名，对啊，已经开始报名啊，会当买啦双人的套票，双人的这个特票，一起来买。对，要买的，对这个部分大家大家若是有兴趣，会当来一个哦，真正是学术研讨会，不是怪怪的东西。而且日本的令工商，有迄个苦酒商，你讲有啥物？苦酒令工，你干嘛小改一个？苦酒令工厂，它基本上现在是个人式的日 V 这样子，那他当下也是会用他日 V的观点去介绍，在他们就是经营日 V 的这个算是过程，或者是一些心得分享。对，其实要谈这个 VTuber 学，真的是很多东西就这物件当讲的，所以我们干脆就是把一个对，我们干脆就是把这一次就是把它算是浓缩成说，我们就单纯探讨灵魂，还有所谓的皮跟一些归属之类的但是有其他物件会当讲，对，就那你令狗上讲袂当，就是即马令狗上，你敢有甲伊做朋友？有啊，已经有讲过话啊，就是咧
啊，設定した時就咱毋是有幾啊擺咧設定嘛？咧物件咧團物件時陣啊，就是已經甲即個岡本先生都古久さ，咱已經見過面啦。岡本落園町啊，岡本ありがとう。岡本毋是若本。我是講，應該毋是啦，你怎麼可以叫人家若本啦？毋過真正嘛是有若本這個姓，吼，第一日本嘛是有啦。我知道啊，若本ありがとう。對，講袂出去的心內話。對啦，係啊，真正是學術然後然後那就是有一屆以後，若是有機會，嘛是等叫恁哥上來啊，做伙來講台語。我感覺伊應該會曉。伊台語哦，台語應該是無法度呢，因為咱即馬有請即個翻譯啦，主要個啥，就是即擺有請翻譯，所以伊台語真正是攏聽無，伊連國語攏無法度安尼。伊無法度，伊無法度聽，但是咱會曉講日文啊，我嘛會曉講一寡。嘛是。個看賣啦，咱先互即個八月先無印刷，對不？係啊，對無性命。我講以後這應該嘛是明年的代誌啦。係啊，你再個講啦，係啊，係啊，所以歡迎大家，就是8月22號，若是有興趣，其實撞期啦，就是8月 FF 吼，講一講。同一天，所以就大家都沒關係，斟酌一下，係啊，真足一個吼，謝謝大家。辛苦啊！啊，你8月22 FF 講有啥物物件愛講上好不誒？嘛是無啊，係啊，傷過無用啊，所以今年即個8月 FF 無我誒代誌。留居一屆，留居一屆，係啊，大家就安尼就感謝大家就，啊，還有今仔日誒迄個還有迄個啦。愛甲大家講誒，講上學步時間，對，你上尾一集嘛是愛甲大家講。咱8月時陣有一個趣味誒物件，就向大家分享。就是即屆有迄個8月時陣是迄個因為七牛媽生，我們會送一個陪你食飯誒飯友，對，這個飯就夠濟，就是咱就夠濟，就是我家己就是甲骰子設計，係啊，大家會使看覓。登山，對，啊，記得要填表單哦，就愛記你寫，然後呢就是統計了後9月時陣寄互大家。係啊，謝謝。7月迄個公會嘅陸陸續續應該會收到。係啊，應該有收到啦，吼。對，大概若是無就是無收到，才講歡迎。係啊，係，咱哋家講一聲。嘛會使甲我講一聲。係啊，感謝嘛，感謝迪卡，咱即馬順利就甲即個知識地瓜豬上尾一集。向大家分享了啊！係啊，真正是上尾一集咧，咱真正互即個韓吉老師潘小處理一個，真有夠辛苦誒，謝謝。沒有啦，也沒有很辛苦啊，我剛剛就出鼻耶。謝謝啦，係啊。請問迪卡，這個有沒有線上？哦，沒有誒，我們當天沒有線上直播，所以歡迎大家可能直接到現場。好，現在購票還來得及哦。所以只能現場，沒有賣線上票。嘿，我們這次沒有開放線上。係啊，所以。對，所以大家要看就可能只有現場哦，吼，把這個機會，吼，多謝啊，對，感謝大家，對，謝謝你們，50個原來的卡，謝謝我們的小組長人紅哦，感謝，對，真的呢，知識地瓜豬真的，真的是最後一次了，對啊，真的是上尾一次，對啊，以後若是愛有迄個愛看期限啊，看明年啊，我們當然希望明年有機會。就是迄個預算，好。無，迄若是愛，就是這個代誌一步一步來啦。係啦，對啊，係啊，照起步來行，照起步來行。好啦，那應該時間嘛差不多啦。我們待會要降落在咧22G那邊吼，來拍幾個招呼，然後去找22玩咯。對，拍幾個招呼哈，大家拜拜。大家拜拜，來我切片尾咯。巴里啦叭，嘿，我是咖喱沙巴西口啊！係啊，最後一集這個知識地瓜豬，感謝各位嘛，感謝咱韓吉老師。啊，毋過這禮拜嘛是有足夠水的這個聯動吼，佇咧8月14吼，拜五暗時8點愛來喲，吼，大家愛來喲。
你刚刚是，对，你刚刚这届就是学了，你开始会晓，你竟然写那个考试你敢若对2题，很厉害。我是感觉应该后摆应该爱找机会真正来裸考一下，因为顶摆有吴昕老师咧给我花。哎呀，所以没有啦，搞不好你还是搞不好考试你之后还是可以跟我一起去考试啊。你嘛是有被课吗？我逐年若是讲无遐尼无用，逐年拢会去，逐当拢会去。当然有一个课吼，好啦，可是语言这种东西哦，其实我觉得是累积的啦，就是每天一天一天的累积啊。至于检定的部分嘛，写客气嘞吼啊，但是就是即使不管有没有过啦，还是继续累积哦。哎呀，继续，对，哎呀，继续读。这我刚刚这个循环是对，这个真的是要，这真的是这样啊，因为我到现在对日文也是如此，还是要继续累积。你嘛是当去考日文哦？不啦，就是可能这1-2年比较没有空，可是看到不会的这个单字吼，还是要看一下背一下这样子。哎呀，就是累积。拜托，那是不。他老公没有下一集的话，也没有办法。你不能这样跟我们讲，你要哭，你这个不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好不好？有啦，我们还有那个当然嘛是，那个有当然嘛是，嘿，你讲五营应该是当来走，就是那其实我要有时间，然后迪凯要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再做也是可以。然后我邓来是不，这我回来没有那么那个啊。对，我回来应该不会有什么门槛啊。应该是。嘿，你讲，对，可是我比较怕的是明年，就是我比较想念凯文。凯文的部分没关系，我们只能就是对，天时地利人和了。对，大概加油。啦，希望这个预算可以有一些好消息啦。哎，加油哈！不会啦，我们一定会，就是我们的那个会越来越好。会，好啦，就先安尼哦，多谢各位。それではまもなく，你讲，不，继续行大记名怎么讲的？好像我不会再出现了。不会啦，那个有拜过这波，有水晶的联动，咱有水晶的联动哦，吼，月底有时阵吼，要准备好，很好笑诶。对啦，拜拜，大家拜拜。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じゃあ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咱伫要降落伫咧伊的频道啊，请下好你安全带，准备要降落啊准备要降落啊多谢各位，谢谢啊！拜五的这个联动爱来哟，大家拜拜，拜拜。好，结束了。